喺網絡上邊有好多情感博主會講高價，話女人要應該高價往上嫁咁樣。但喺我嘅角度睇，我覺得高價係唔成立嘅。喺我眼中，男女關係就只有兩種。第一種就係正常婚戀，大家男女係門當戶對嘅，大家個年齡差唔多，家境差唔多，樣貌顏值方方面面都差唔多，同一個階層。正常婚戀。第二種就係純粹女方係為咗撈嘅，為咗搞錢嘅。咁往往第二種關係，一般男女之間，一般一係個階層就唔同，一係就年齡上係老少配。譬如個男人大女人10年、15年、20年、30年，要麼就係個男人喺圍城以來嘅，而個女人係單身。反正喺第二類搞錢嘅關係當中，男方一定係有啲缺陷嘅。一係顏值上有問題，一係年齡上，一係生得好肥，反正一定係有明顯短板嘅。跟住呢個靚女啦，同個男人喺埋一齊，個男人俾錢佢，係一種補償嚟嘅，就係得呢兩種正常婚戀同埋搞錢嘅關係，冇可能有中間高價，即係你又明媒正娶，又有名分，嫁入豪門，跟住嫁入去之後，你個老公仲個個月供好多錢俾你，冇可能有咁筍嘅，咁樣就屬於係既要又要，係唔成立嘅。你可以係嫁入豪門，又有名分，最後都分到好多錢，都有呢啲咁嘅案例。但係一定係你前邊你係冇咁功利嘅，你嘅目的性係冇咁強嘅，唔係為咗嫁入去之後就分身家，咁樣嘅話絕對係嫁唔到入去。你嫁唔到入去，你只能夠係喺出邊發展地下情關係，跟住係一種補償咁樣。好似香港個五索咁樣啦嚇，嫁俾阿馬生，跟住搏命生夠5件出嚟，佢都冇結婚嘅，都分到好多錢。